来看台中市上大里甲上细里人口是差将近50倍哦，有一寡里长真无闲，也毋过里面嘛是无满意。最近地方有一寡民众主张讲，应该重新来检讨地的分配。民政局是表示哦，因为阁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都会找出共识才来推动。 早起也未到10点，里长甲环保局地方的民代会刊讨论是毋是伫咧路边加装声音翕相的设备，避免噪音车半暝吵着人。台中市北屯区朴子里最近10年新兴的建案真多，成做台中第一大里。目前有10457户，23929人适户籍。里长每天的行程是满满，也阁会去人批评服务不周。就从10点、10点半、11点，拢是要半点钟落排。啊，像有当时啊，拿这个环保局像这拿来讲较久，就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也希望就是政府民政局这边是不是会当互我的邻长同意比较多一点。阮这边嘛，做安尼看到里长啊，你有代志要找里长嘛做袂用的啊。一个里长管的比议员管较侪人。 朴子里的人口甲上水里、清水区中兴里的462人相比，相差50倍。地方搁再有讨论是毋是爱分里整编的声音。台中市目前以4000户或者是人口超过1.1万人做分里的标准，但是台中市第2大里西屯区惠来里的里长是认为，必须要建立设立基本面积的条件，也不会出现乱象。那一栋大楼都400-500户啊，那我问你。 10栋大楼就4000户啊，那我你那个里长就管一条街就够了、啊，那里长还管什么？啊，这种公共设施、台水税收都要做吗？起码你要有基本面积啊。是由各区公所召集了地方的民意代表，还有我们的里长等等来倾听民意，希望在整个 规划的过程中，能够广纳民众的意见，达成共识。民政局强调，2017年曾经提出分里的方案，但是因为府会意见无共提案，目前初估每一项的费用，门牌重新制作要85块，国民身份证每一张47块，每张户口名簿0.98块，也有相关的行政费用，一切拢会伫咧地方有共识了后，才会启动分里的作业。记者台中报道。